有百年历史，而且佫是市定古迹的台南大菜市，也就是菜市场。因为改建工程，地区这店家拢爱选位，店家也惊讲这饲草的散气，就去洗附近的货柜厝。即马地主7月底要讨倒登去啊，是政府也按算讲，甲这个单位刷去西门千草的店面。不过，确实有真侪人反对，认为讲遐个排水系统无遐好，无法度应付袂食的。 弥撒好，交上了，旁公公的变食意面，济观光客真兴趣味。这是本家伫台南大菜市，也就是西门市场的百年米达。因为改建工程，即卖是做边仔的货柜厝继续做生意。不过个地主7月底要讨转去，店家怨叹讲，市府本来等一档要通互因搬转去市场内，煞无照好照行。即阵煞叫因刷去西门青草，因认为遐无符合做生意的规格。我也觉得有点可惜，因为可能之后会吃不到。生意都还蛮不错的。那如果搬的话，就客人要重新再看说我们的位置在哪里，又要重新找。这架是一定爱3碗斗咧洗，里面的水看爱因啊同时封掉。刚才你所看到排水照会离吗？不是我唔登去。如果伊的建筑甲伊种种设备啊。 达到我们的要求，唔免伊来讲，阮一定入去。市府会起千草遮的店面是欢乐古迹修复工程，影响到店家。即阵有9成的店面是空的，有4个单位互人占掉咧。市府回应5月底强制要求因搬徙，驻地会委员唔望老店家到时拢通搬来遮，带动整个发展。不过业者因欢乐搬来搬去，会影响生意，嘛指控排水系统无做好势。市场处这边也会做一个检视，如果说的确有需要做一些改善的话，我们也会进行修缮的动作。在这里也做17年了，目前是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。当时设计这里就是为了要安置所有市场来的，那他们的规划应该就有一定的考量了。大菜市改建工程按算8月底完工，店家刷位的问题要安怎办？市场处表示，工程完成后会开说明会，参大家参详做讨论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